朋友，大家早早，欢迎您收看9月7日早起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咱要来关心的，就是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德已经互人收押，伊的太太陈培琪昨早起有去到台北看守所，甲送饭菜，强调这财产的金钱甲流向拢是正正当的。也那郭文德的律师团也去看守所来办律见，外界是认为讲这是为着控告要来做准备。另外，民众党也宣布要对抗绿色当局，礼拜就会来举办头一场的全国开讲。裁定书里面提到说，你们把赖的内容给删掉了。珊姐会不会支持这个抗告还清法？民众党主席郭文泰的太太陈培琪，在立委黄珊珊的陪同之下，初六早起10点出现在台北看守所。郭文泰因为经发社安尼风暴，初五予北医裁定羁押禁见。陈培琪特别准备回客菜含册，虽然讲无法度见到郭文泰本人，但陈培琪嘛振作起来，表示讲两个人的心更加相活，会坚定捍卫郭文泰的清白。虽然没有办法去亲自见到他，但是我觉得我来这边，我觉得我自己的心跟他更近了。我不晓得说今天会因为他对市政府的那么的认真的一个工作的态度，会今天导致他今天到这边来。针对外界质疑郭文泰和陈培琪财产的来源不明，陈培琪讲已经向检联调来说明，无任何一条钱来源不明。嘛讲郭文泰同羁押进前就出现感冒的镜头啊。对，我们都会协助安排看诊。律师今天会提抗告吗？郭文泰3个人的律师团，经地检组检察官郑清源早起8点外，大先去看守所来登记，和郭文泰律师辩会2点钟了后离开。下午1点50分左右，另外2个律师刘正义、萧玉红嘛一前一后到看守所安排律见郭文泰，今日提出控告，变作这场司法战的焦点。有想要先进一步说明吗？现在不方便。律师跟你为台湾的司法正义站出来！民进党嘛随召开紧急应变小组扩大会议，宣布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讲是要对抗绿色当局，找支持者起伫街路。全国开讲的第一站，车北伫台北的济南路。柯文哲主席那一双曾经救人无数的双手，现在正被绿色的新党国铐上手铐。已经防羁押的沈庆京，看守所证实身体无爽快，介护就医。目前状况有了解吗？卫经集团车立嘛安排律师律见来了解详情。沈庆京前台北市长裴振声，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应晓薇的助理吴顺民，对方羁押禁见不服，进前向公院来提起控告，结果出来啊，公院是驳回3个人的控告，羁押确定。另外应晓薇车立嘛已经提出羁押的控告。记者综合报道。这郭文泰互人羁押，民进党的立委王世坚昨是准备有鸡鸭肉的饭甲鸡卵糕去互伊，呼吁郭文泰要勇敢来面对。也毋过，其实照规定来讲，这郭文泰即马已经袂当搁再受外口来的假释，所以王世坚送餐并无成功。我完全不是要落井下石，我反而是要告诉柯文哲，那这个斗嘴，那就斗到这里为止。那么先前说的，他说要吞曲棍球，或者我说是不是高空弹跳，那这些就到此为止。其实除了王世坚以外，民众党的支持者也来发起宁静革命、青光上岸的活动，有一群人去到台北看守所的外口来静坐。郭文泰的小妹郭美兰也点点去到现场来参加静坐的活动。土城警察分局伫昨暗9点40分的时阵，夜牌啊，讲这静坐活动是无申请，是违法的行为，所以落尾这阵支持者也伫暗时9点50分的时阵，物件收咧，点点啊离开。针对这个郭文泰互人羁押，民众党的台中党部是来宣布，初8也就是明仔，就会包游览车去到台北甲城湾，甚至阁要去到 AIT 来交镇证书。不过，创是表示讲，这外国媒体拢有正关注，未来新闻稿也会有英文的版本，互外国媒体会当来掌握消息。另外呢，因为不满郭文泰互人甲羁押，这高雄是有支持者走去到民进党的党部来甲献鸡卵。警方已经有掌握特定人数。
监视器的画面显示，高雄市10波人，这个暗时11点，早事先传好的鸡卵行到民进党高雄市东部门口，直接牵落去。这时间点就是民进党主席郭文铁封收押了后，动机是甚么？警方也调查，不过已经掌握特定人数了。不管是不是跟这几事件有所连带关系，目前我真的没有办法加以举证。不好意思，让大家担心了。其实你们照顾好自己，就是对我最好的帮忙。郭文铁收押了后，提出家己录的影片，安打支持者证词。不过，以往部分的支持者对收押结果是真生气，也传出要核调到 AIT 头前来集合交定情书。民众党台中市东部正式车备来包车到台北赞声郭文铁。大概10多台的一个游览车啦，但是我们现在蛮担心的，临时立标不一定都准这台车，在台中报名非常的激烈，因为大家都很干嘛。AIT 跟台湾民众党这边有一些沟通跟联系，对于彼此之间双方的尊重，我们不便去转达。不过，中共外国媒体关心郭文铁收押的消息，民众党后续的新闻发布也会提供英文版。因为郭文铁伫车里交保了后，这是由日本媒体历经亚洲专访，结果看出内容内底，郭文铁讲到，伊唔敢保证家己绝对无唔对，不过也批评司法甲媒体论做政治的工具，政府当压反对派，伊讲会对抗到底。因为民众党无要推派代理党主席新会期国会运作，也有党团合作，也引起关心甲注意。在野党去监督的一个角色立场，是认为监察院是不是有继续存在的必要？我们会做相当的一个研究。监院、法务部、司法院做出辖院报复的作为，如果他们嫌两个政党的社会信任度不够低的话，就 go ahead。国民党强调，这个政策理念一致，国民党甲民众党有望空间。杨国民进党团对着民众党优先法案包含修宪会考监、三读监察院有算，加修刑事诉讼法，批评是扣分保护、挑战司法，是真无认同。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要搁发生什么款的大代志咧？咱做伙来关心报纸的重点。中国时报丁华城案涉嫌受人诬洗的沈庆景，涉嫌独立的台北市前副市长潘景新，甲市议员应晓薇助理吴顺民4个人拢总提出控告。台湾高等法院认为讲这4个人拢无理由，所以裁定驳回，确定羁押。自由时报。健保署宣布，9月份开始，2项医疗器材，包括抗凝皮肤的心率读准器，甲充电式的心脏脑部刺激器，正式纳入健保。每档会有7000万的补助，病人上济会当省86万的医疗费。联合报。美国劳动部发布囡仔港甲强迫劳动制品的清单，其中台湾渔船所获得的鱼仔也伫个名单当中。这是咱伫个2020年了后第3摆，互人列入名单。继续，咱要来关心的就是芭蕾拍稳咱台湾柔道的选手张孝和，伊第1摆来参加，可惜是拼袂过日本甲韩国的选手，落尾无通爬上颁奖台。比赛线伊家己嘛真艰苦，毋过嘛毋茫讲会当用这摆的机会来互家己搁较进步，继续搁再拼落去。最后一刻得到外卡做嘅台湾柔道选手张孝和，伫生涯第1摆起哩拍分，初体验却拄到强悍挑战，伫男子73公斤级最土的8强，输互顶一届铜牌日本强敌落后杨楚龙。加国外赛可惜也输互韩国选手秦龙凤。比赛了后，真袂调到目屎，因为这摆到芭蕾，毋奈一个徛伫前线拍拼梦想，后面也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支持。很谢谢我有这么棒的团队。也很谢谢教练，在每场训练以及出发到巴黎比赛的时候，也是不断的鼓励我。生涯第1场拍分过程虽然不如预期，不过对张孝和柔道生涯绝对是宝贵经验。伊讲要将这摆学到的技术甲家己的缺点拢抓回去，继续苦练，搁拼落去。教练有跟我说，我自己也有很大的坏习惯，很容易在比赛过程中手会去放开。澳洲到10年第1摆去拍分，张孝和虽然无预期成绩，不过希望张孝和应将失败转化成做努力的力量，伫柔道这条路继续坚持落去。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消息，咱要带大家来关心的，就是肯亚的中部有一间学校发生火灾，造成17个学生死亡，也阁有14人是严重烧伤，另外70个学生到当时犹阁找无。因为这个导火的宿舍是插帮所起的，所以火是炭烧了真紧。肯亚的总统已经下令来调查原因，也会追究相关的责任。学生囡仔家长赶到现场时，一直靠无法度相信囡仔就安尼无去，因为肯亚中部内里地区一间寄宿学校的查甫宿舍，伫初5暗时发生大火，迄时阵内底有150个学生，年岁伫9岁到13岁。这间宿舍是木造建筑，火势拖到真紧，造成严重死伤。Tuliona watoto kadhaa humo ndani ambao walikuwa wameugua na nilibahatika tu kuokoa mmoja, lakini nilisikia ghafla ni kama leo alifariki. 听到宿舍导火消息，家长拢赶来关心，话到即马也无法度联络到家己的囡仔，是真着急。肯亚教育部表示，这间学校有814个学生，超过300人住伫学校。导火查甫宿舍目前依然有70人下落不明。We still have 70 kids that are unaccounted. But that does not mean that they are perished or they are injured. The word is that they are unaccounted for. When this incident happened, some parents came here and took away their children, and they have not filed this report. 因为查伫当地是普遍的建材，常常听到学校发生火灾，导火原因为食多人放火到伤过气拢有。肯亚2年来上严重的学校大火是2002年的宿舍火灾，造成67个学生死亡。根据官方统计数据，2015到16年之间，就差不多350间学校发生大火。公司新闻单位人报道。全球气候暖化，这气温已经愈来愈悬。即卖呢，伫咧欧盟上新的报告，就来讲2024年热浪平均的温度是平距离犹阁加0.03度，这也是地球有史以来上热的热浪。即卖已经是9月份啦，不过呢，美国加州犹阁传出45度的高温。另外，伫咧欧洲甲南美洲也拢一直有火烧山意外。美国加州的西蒙古国家公园的温度计边啊，游客翕相纪念。加堡附近嘛有高温警告表示，受到气候变迁影响，全球暖化是愈来愈严重。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各半年气候变化服务上新的报告显示，全球2024年6月到8月3个月的夏季平均温度达到16.8度，比去年悬0.03度，是地球有历史以来上热的夏季。This was the warmest August and the warmest summer on record globally, and this is happening in a moment where, as we were discussing, El Niño is no longer the main driver. 去年年中线纪录上早只有到1940年，也毋过美国、英国甲日本的气温监测纪录，为19世纪中期就开始。科学家指出，过去10冬的平均温度是定期10年以来上热的10冬，更加可能是过去12万年以来上热的10冬。在着气候变迁的影响，极端气候更加明显。美国加州进入9月以后，当地初5出现华氏113度，等于是历史45度的高温纪录。好天气预报员警告，当地周末可能出现达到48度危险程度。You adjust your events. You go out at night or early morning. You just try to avoid after 9:30 and before 6 o'clock at night. Usually sunset's better. 美国国家气象局佮对洛杉矶附近的农村地区发布红旗警告，提醒发生野火风险提悬。暂时南欧的西班牙、南美洲的厄瓜多甲秘鲁嘛，拢因为温度真悬，引发严重的森林大火。公司新闻，但是东北约。继续来关心的是，咱国防部军情局的退役上校张超莲，伊牵涉间谍案，包括伊在内拢总是有4个退役的军官，有可能是互中国的国安人员甲招去，替中国来收集情报。台北地方法院是来判张超莲违反国安法，要关当半的时间。你有去中国吗？有去。有受邀吗？借过一下，谁邀请你去的？我是台湾第一个特务去大陆。借过一下。就是天安门的时候，就我一个人在大陆。法对媒体强调讲，伊是台湾头一个特务。张超仁迄当中国讲，1989年天安门事件，伊捌去中国收集情报，而且摕军情局的资金，伫中国成立公司，以台商的身份来暗砍伊情报的工课。
不过，刷口检方查出包括张超然，拢总有4个军政局退休的军官，涉嫌叫中共的国安人员吸收，替中共发展组织收集情报。为什么要说明一下？这绝对无限啊！说中国政府多少钱？根据检方起诉指出，张超然甲军政局退休的上校周天柱，涉嫌在2013年退休了后，邀请军政局退休正部的上校，做伙去中国甲中共国安人员见面。2016年至2018年，两个人各找退休的少将，岳志忠去中国，3个人捌做伙去。岳志忠嘛捌单独甲中共的国安人员见面，交周天柱寄的物件。2016年甲2017年，张超然甲周天柱各一届甲军政局退休姓王的上校牵线，回去中国熟悉当地国安人员。台北地方法院初六宣判，因为违反国安法，判张超然1年6个月，周天柱1年2个月。岳志忠10个月有期徒刑，也若姓王退休的上校，因为罪嫌不足，方判无罪。这案还会当上诉。记者综合报道。第79届联合国大会在纽约举办，台湾有来争取参加。外交部长林佳龙也用甲台湾纳入联合国体系，会当确保印太地区和平来做标题，投诉予韩国、瑞典、加拿大甲美国等国的媒体，呼吁联合国唔通受到中国的压力，也表示这中国是打算要甲联大第275号的决议来武器化，对台海和平是有危害的。第79届联合国大会7月要伫纽约开议，咱国继续争取参与。外交部长林佳龙最近就着小伊，甲台湾纳入联合国体系，将确保印太地区和平为标题，投资予韩国、瑞典、加拿大、美国这国家媒体，化为联合国必须停止扩张中国压力，重新联大第275号决议，无讲到台湾，更加无授权中国伫联合国的体系代表台湾，并且指出北京当局试图甲伊武器化，来改变台海现状，会危害到区域繁荣。If you read the resolution itself, the word Taiwan is not even included. The U.S. government, AIT, we've been quite clear that we oppose the misuse of Resolution 2758 to either block Taiwan's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or somehow to tell countries what sort of relationship they can have with Taiwan. And frankly, the world is worse off without Taiwan's engagement in those bodies. And so not only the United States, but other like-minded countries will continue to seek avenues for Taiwan's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AIT 新任处长古立言上任了后，头一场记者会讲，反对乱用联大第275号决议，讲会继续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甲活动。因为咱国安局知影注意到美国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进前访问中国期间，中共操作新一波疑美论甲疑赖论，操作美国无信任赖清德总统无真心支持台湾这方向，并且夹一寡新闻元素，像赖总统想要出访，嫌过美国袂互伊过境，这无符合事实的代志。心理战或宣传战的部分，从北京的角度来讲，第一个，他当然就是希望凸显自己的强势，来弱化这个现在的执政党赖总统。学者指出，中共定期会对台湾进行认知战，就是希望操作台湾内部对立，并且弱化台湾甲国际盟友中间的互相信任甲支持，袂用无小心。记者综合报道。第二个消息，咱要来看嘉义新运嘉应庙有100档历史的冲水路迎客王的传统。伫旧历3月的时阵，这信徒就会扛桥入水，邀请顺山顺海的客王爷来庆祝稳王爷的生日。这闹热的场面就亲像是庄头的小过年。公司台记台青春咱的梦，下暗7点半就带大家做伙来感受这个充满活力的文化。稳王爷带领起10顶神轿甲人头，烧做冲流水路迎客王。这是嘉义新运嘉应庙一年一届冲水路迎客王庆典。传说在每一年咱人3月27，有7尊顺山甲13尊顺海的客王，会聚集伫新运外海西南方，一只一般人看无的王船顶悬。伫海水大流的时阵，新船就会做伙落迎接。这一天，袂输就是新运人的小过年。对阮新运人来讲，每一年的3月27，冲水路迎客王，伫咧心目中就是比过年搁较重要的一个仪式。嘉义新运主要的产业是养殖业，以杀目鱼占上济。居民相信在地稳王爷会照顾规个庄仔头，安居乐业。每一年到庆典的这一天，为各地来的人头是闹热闹，其中嘛袂少是少年的新桥班。
我会手拢差不多伫咧28左右。这个组织的升级，互阮遮的少年仔有一个信仰的向心力伫遮。今年是12年一届，2年做招，庙方遵照王爷的指示，希望由少年人来规划这个活动。出外嘛拢主动倒来，大家做伙发挥创意，举办园游会、电子音乐 party、闹亲子活动。规个正头是拢真热情做伙来参与。阮就会晓这个文化，因大汉了会当承接这个咱家因庙这真好的这个传统安尼。做设计用文创，甲故乡的骄傲吹转来；做总铺的用好料理来款待为各地来宾客。少年人发挥家己的能力，为故乡来付出。后来参加老宅的民众，拢会当感受到暖暖、心温的人情味。记者嘉义报道。来看这个传统木雕的保存者李炳贵，伊是举办体验课程，用木雕的布袋戏柄，也就是彩楼来做案例，解说雕刻的手法甲工具，让民众对传统的木雕了解更较深。传统木雕保存者李炳基师傅现场示范雕刻的工法，民众嘛把握机会请教问题。李炳基老师是鹿港传统木雕的第5代传人，爸爸是出名的艺师李松林。李炳基的作品除了木雕插花、神桥，对佛像人物的雕刻嘛真内行。即便是以传统木雕的布袋戏柄做主题，让民众了解木雕的手路甲工具。甲各位学员介绍戏边的安怎设计、安怎组合，工课的中间做的过程是安怎，包括迄落雕刻内底的出头、对联。这座传统木雕的戏柄会当随时拆开佮做起来是上大特色。佮有这个利用透空雕刻的小面帘，就是要互搬布袋戏的师傅，通好看到台下观众的反应，会当活动的跳汤装塔，才袂去伤到布袋戏红仔，一一来破解木雕的技法佮戏柄设计。看到这个拆解的过程啊，其实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他利用很多的卡榫啊，然后让我们知道，原来他可以这样一个部分一个部分拆解下来。邱老师伊讲到讲这个伊这个茶雕这个底图就是讲有分黄图甲这个朱漆建筑的部分是拢讲朱漆较多啦，这就是咱以早较袂去注意到因为拢去这个安金啦、这个彩绘甲砍的。李炳基老师表示，传统木雕有分做大木、小木，亲像庙宇的木雕插花，嘛有欣赏这种立体圆雕。希望透过课程，让民众了解木雕的应用，感受传统工艺的美感甲珍贵。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全国87位工艺师，即马是伫咧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来展出雕刻、漆艺、甲绘画、竹编等等100多件作品，用文化传承甲创新做主题，招民众做伙来了解台湾工艺的多元甲文化。工艺师向参观的人绍介家己的作品，这场展览当中有木雕、漆艺、绘画、石艺等等，各用100多件作品。主办单位表示，透过展览的方式，那增加工艺师互相交流的机会，嘛，互大家会当来了解家己在地工艺发展。工艺万地深坑啦咱邀请全国性的工艺大师来到咱嘉义除了咱的一个技术的交流，我想别个嘛去发现到咱嘉义其实嘛有足侪足优秀的工艺师，就伫咱嘉义来创造来发展。这个工艺特展邀请全国87名工艺师，100多件作品，然后有人间国宝甲国家工艺成就奖工艺师的作品，佮有各县市工艺保存者拢有做伙参加。有工艺师表示，这是一个真好的合适机会，可以带很多灵感。然后启发每个人，因为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你必须要透过每个作品，然后每个老师的指点，然后你才有一点更好的想法，把自己提升升华起来。每一个人所做的物件，拢各有千秋啦。功夫嘛，唔是讲什么人上好的，互相吸收对方啦。咱的功夫会当去看别人的，别人的更较好，咱会当更加捡起来，去学习。嘉义县主罗山艺器协会表示，各种无同材料的作品呈现工艺文化的多元性，望透过展览，让台湾的工艺文化会当继续传承以外，嘛希望民众会当来认捌台湾传统工艺创新甲进步。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今仔日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报你知，带大家做回来了解。
北部地区27度到36度。中部地区是26度到34度，南部地区26度到34度，东部地区是26度到33度，外岛地区26度到32度。以上就是这则台记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